以受抑发，咱得着平安；以受逼迫，咱得着医好。上帝啊，阮是你的百姓，是你草场的羊，阮要用感谢入你的门，要用俄乐入你的义，要感谢你称颂耶和华上帝的名。这是咱的吟圣诗217首，请起立来吟全首。天父上帝，你是创造宇宙万物大权力的上帝，你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上帝。阮要用诗歌来学了你，阮要用你唱新歌，祝谢你的名，因为耶和华最大，应该受极大的学了。阮要用水的话来感谢学了你。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你赏赐你的独生子耶稣来到世间，伊无罪。总是为着阮世间人的罪受定十字架，死以后伊的保护，受刑罚得到平安，得到平安；伊受逼迫，阮得到医好，洗清阮世间人的罪，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互阮人类带来无限的疼，甲无限的盼望。伫今仔日，阮欢喜。凡乎主国活的时，我便愿意回应。耶稣基督，你无限的恩典，你将即个大好的消息报互阮万知。阮今日除了用诗歌学了你以外，我们将你的听世间人水搁好的消息传播互新设立，愿加强福音中心社区的百姓知。与上帝的圣神今日亲自降临伫阮的中间，当阮送出林书豪的见证 DVD。开喙的时，上帝的圣神就对着迄个人身上来感动，互伊愿意来相信耶稣真做伊的救主。主，你是阮的牧者，是阮患难中及时的帮助，是阮伤心时的安慰。
伊要将你的生命道路指示阮，伫你面前要有满足的喜乐，伫你的正手要有永远福气。阮为着安尼来感谢你，主，阮嘛要为着阮的国家来祈祷，由你互阮的政府的官员会当行公义、好人民。 检察院有法理，有法理，总是可以当用安尼来治理阮的国家。相信伊有智慧、有疼心、有良心、清廉的心来办理阮的国事。主，阮求你，互阮的社会会当安定。特别最近油、电、甲水拢要起价，造成阮的社会暂时会有不安。求上帝你当，互阮国家的政策会当稳定阮百姓的生活。 阮甲大陆关系嘛，毋通失去阮的国旗。就说阮将阮社福中心、阮的工作者甲学员交托你手中，由上帝你永壮因的信心力。阮会将加工福音中心的开设，由上帝你帮助一旦顺遂。主，阮为了阮牧师甲学生逐工的团体来祈祷，由上帝你赏赐因信心力永壮，家庭。 和睦、学师得力、团队合一。主，阮会求你赏赐阮一位有合上帝你心意的青年牧师，来帮助阮的事工。最后，我嘛为着阮会友来祈祷，阮会求主你，互阮迦南的文化真诚感动，给予体谅创新，会当阮每一个会友来落实伫阮的生活中间。主，阮会每日读经，求主你会当，阮更较侪人来参加。 当来持守，对家得到帮助。主，我嘛为着阮的肢体来祈祷，求主你帮助，阮的病痛带医的，求主你医治。阮会友中间有死失的，求主你也特别安慰阮遮遗族，生命有动荡，阮经济需要的，求主你施阮赐福，赏赐智慧，赏赐快乐，互阮会晓凡事感恩。 建立阮家庭的这段，甲上帝关系更较亲密，嘛甲人的关系更较和谐。这是阮求主你圣神进入阮的内心，来领受阮牧师讲的道理，甲水的赞美，用壮阮的身心灵，做阮生活的帮助，互阮有快乐、有平安、有喜乐。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咱们来可以，咱来看这个文啊，对了，7篇结束了。上帝啊，求你保护我，我对上帝上主讲，你是我的主。地上的圣徒实在真尊贵。一声。 我唔参与因的献祭。上主，你是我的产业，我的福杯。带我到通清净的水边，互我有新的快乐。 你将真水的土地分予我，我要称赞驾是我的上主。我也不时感受上主的同在，所以我的心欢喜，我的心快乐。因为你会予我放松。 伫阴间，一声，你的指示我，伫你面前，我有满满的欢喜。同心来祈祷。是的，这是
咱来看上帝话，约翰福音20章再到19节。我本圣经是第168页，其他的版本，请咱家己看。约翰福音20章11节，独玛利亚徛伫房外在祈祷，头的时，亚落看坟墓内，看见2个天使，穿皮衫，坐伫耶稣的身躯所发安置的所在。一个伫头，一个伫骹，因就甲伊讲：“有真人啊，啥思考？”因应伊讲：“因为人将我的主煞去，我毋知下伊是所在。”已经甲这个讲这个话，就翻身往后面看见耶稣伫徛，也毋知伊是耶稣。耶稣甲伊讲：“有真人啊，啥事提头？你找的是之水。”玛利亚拍算伊是故意的，就甲伊讲：“头家啊，你若跟伊去，请甲我讲，下伊伫什所在，我就去收伊。”耶稣甲伊讲：“玛利亚，伊就活转身，用伊笔来话甲伊讲，阿伯尼意思就是先生。17节，耶稣甲伊讲：无得望我，因为我也未上去见爸，你就找我的兄弟，甲伊讲，我上去见我的爸，也是恁的爸；见我的上帝，也是恁的上帝。我后来玛利亚就去甲学生讲，我已经看见主，佮讲。主用这话甲伊讲，以上，这是咱要请陈牧师来讲道伊题目，你找之水。来，同心来祈祷，同心来祷告。主你天父爸爸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收赐你的独生囝主耶稣。为着阮多正落体到伫地上受难受苦，更是伫地流宝血，为着要救赎阮的罪。阮经过受难周，阮感受着主你的疼，进入到伫主你就是一礼拜头一日，就是主你国外的日子。阮伫这所在，要用欢喜的心情，三个来迎接，三个来纪念主你的国外。阮就是献上阮满心的感恩，求主你收拾阮每一样谦卑敬虔顺服心，你来听你的话语，为阮的心门，互阮有属灵的智慧，会当明白。阮来祈祷，靠着所有名。大家平安。今天是国外节，所以伫遮祝大家国外节快乐。今天是复活节，要在这里祝大家复活节快乐。请咱彼此祝福，伫国外节咱有平安有喜乐。我们彼此祝福，在复活节我们平安有喜乐。你毋知用什么心情来进入到伫国外节？不知道你用什么样的心情来进入复活节？你伫受难周中间遇到什么感受无？在受难周当中，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咱伫过去这礼拜有小组，我们在过去这个礼拜当中有小组。虽然咱较侪来分享清明甲对书的事，虽然我们大部分是在分享清明以及追思，但是咱嘛当感受着主耶稣为了咱受难的疼。但是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主我们为我们受难的爱。特别是国外节时阵，特别是在复活节，咱用喜乐的心，我们以喜乐的心，因为主耶稣已经较赢死亡，因为主耶稣已经战胜死亡，咱嘛已经得救赎，我们也得到了救赎。但是我要请咱来三个思考，但是我们要一同来思考，伫主耶稣国外以前，在主耶稣复活以前，你若是迄个关心着主耶稣的人。如果你是关心主耶稣的人，还是这主耶稣甚至有帮助着你，或是主耶稣曾经帮助过你，也有赶去你身躯上的这个7个鬼，也赶走你身上的7个鬼。伫过去这礼拜中间，在过去的这个礼拜当中，耶稣在受难，耶稣受难，伫咧钉十字架，他被钉十字架，我好埋葬的时阵，又埋葬的时候，你唔知会安怎？不知道你的心情如何？犹太人的墓，犹太人的坟墓甲咱无共款，和我们的不一样。
咱是拢用土扛起来，我们是用土掩埋，嘛搁有观察一个，还有棺材。所以你若是第一你都无办法过来看到尸体。所以当你埋葬以后，就没有办法再看见尸体。但是犹太人，犹太人因用幼地布包起来，他们用细麻布包裹，会下伫这个墓内底，就放在坟墓当中，然后用一个石头给盖起来，用石头盖住。啊，若是棺材的时阵，如果是棺木，伊嘛干那迄个挂下去哩，它只是盖子盖上而已，甚至嘛无甲封起来，甚至于没有封起来。这个情形的时阵，所以因过身3天以来，所以在耶稣过世3天之内，因个会当去处理这个尸体，他们还能够去处理这些尸体。那么在耶稣路的个话，我们也曾经看过拉萨路的复活，伊嘛是主耶稣叫伊起来，是主耶稣叫他起来，伊就为墓里行出来。他就从坟墓里走出来。咱若是待伫墓内底就无可能。我们如果埋葬在坟墓当中是不可能的。所以耶稣受待以后，所以耶稣埋葬之后，因过了安息日，他经过了安息日，因会当出来的时阵，当他可以出来的时候，就是7日的头一日，就是7日的第1日，有人到伫墓的，有人到坟墓前要去关心的耶要稣，去关心耶稣，因带油，他带着油，带一寡物件要去刺耶稣的身躯，他要去膏耶稣的身体，因是关心伊。他关心耶稣。但是咱若迄阵的人的时阵，但是如果是当时的人，咱唔知安怎做。我们不知道会怎么做。今日咱看圣经节，今天我们所看见的圣经，是一个叫做伯特利的玛利亚，是一位抹大拉的玛利亚，伊去关心着耶稣。她去关心耶稣。但是伊说咱读的圣经节，但是我们所读的圣经节，伊是讲到迄个所在，他是说到那个地方，伊无看耶稣的尸体。他没有看见耶稣的身体。这个伯特利的玛利亚，这位抹大拉的玛利亚，咱可能会讲到伊更较侪事，我们还会谈到他更多的事。但是伊发现耶稣的尸体无去，但是他发现耶稣的尸体不见了。你想伊的第一个时间的反应是什么？你想他第一时间的反应是什么？伊是伤心，他是伤心，伊伫遐啼哭，是哀哭。伊见到人就问：他见到人就问：你有看到耶稣的尸体无？你看见耶稣的身体了吗？甚至连看到耶稣，伊嘛袂认呢。甚至连看见耶稣，他仍然不认得。咱得让知，我们从这里可以知道，医生的心情非常的伤心，他当时的心情非常的伤心，非常的乱，也非常的凌乱。咱来用这种心情，我们如果用这样的心情，用这种了解，以这样的了解，咱去看今仔日的圣经，我们来看今天的圣经，我想你就无同款的感受。我想你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咱要来了解这个伯特利的玛利亚，我们要来了解抹大拉的玛利亚。伯特利的玛利亚是一个服侍耶稣的妇人啊。抹大拉的玛利亚是一位服侍耶稣的妇人。伫路加福音第8章第1节到第3节，在路加福音第8章第1节到第3节，遐记载讲几啊个妇人跟耶稣行，那里有记载许多的妇人跟随耶稣，用因所有的来服侍耶稣甲伊学生，用他所有的来服侍耶稣以及他的门徒，包括因的财物，包括他的财物，包括因的生活的这种起居的代志，包括生活起居。特别去讲到这个伯特利的玛利亚，特别提到抹大拉的玛利亚，所以是服侍耶稣的妇人人。所以她是服侍耶稣的妇女。第二个伯特利玛利亚是经历恩典的妇人人。第二点，抹大拉的玛利亚是经历恩典的妇女。同款迄个圣经节，在相同的圣经节记载就讲遐个妇人人，记载那些妇人拢犯着鬼，都犯了鬼，还是破病，或是生病。特别是玛利亚身上有7个鬼，特别是玛利亚的身上有7个鬼，但是耶稣拢甲伊医治啊。但是耶稣仍然医治他们。所以你若是身躯上有7个鬼伫个，所以如果你的身上有7个鬼的时候，耶稣甲你这个鬼赶掉，耶稣赶走你身上的，你嘛同款经历着迄个恩典的人。你也是一个经历恩典的人。伯特利玛利亚就是经历恩典的妇人人。抹大拉的玛利亚就是经历恩典的妇人。第三，伯特利伊嘛是听耶稣的妇人人。第三个，抹大拉的玛利亚也是一个爱耶稣的妇女。咱来看这个耶稣受难一直到国外中间的记载，我们如果看耶稣从受难到复活当中的记载，
你会看到讲，伫十字架顶，伫十字架前，我们可以看到在十字架前，抹大拉玛利亚伫遐，抹大拉的玛利亚在哪里？等到耶稣断气。他一直到耶稣断气。耶稣去用埋葬的时阵，当耶稣被埋葬的时候，抹大拉玛利亚嘛伫遐。抹大拉的玛利亚也在那里。甚至记载讲，看到在耶稣身体安怎下入去墓的。甚至于记载说，他怎么样看见耶稣的尸体放在坟墓当中，啊，看到讲这个石头安怎封伫这个墓的口。也看到这个石头怎么样封住坟墓的洞口。今仔日圣经节，今天的圣经节，佮讲到清早天还未光的时阵，又说到当这个清早天还没有亮的时候，玛利亚嘛去到墓，玛利亚也来到坟墓前，然后伫遐知影讲天使甲讲已经过活。知道天使对他说已经复活了，佮留伫墓迄个所在嘛是这个玛利亚。仍然留在坟墓前的也是这个玛利亚。然后耶稣向伊讲话，然后耶稣对他说话。所有记载中间，所有的记载当中，耶稣佮我向一个人讲话就是玛利亚。耶稣复活向这个人说话就是玛利亚，也是头一个耶稣头一个开始讲话，也是耶稣第一次开口对玛利亚说话。咱看见讲玛利亚，我们看见玛利亚，因为伊听耶稣，因为他爱耶稣，因为伊对耶稣的忠心，因为他对耶稣的忠心，所以就成做一个祝福的妇人人。他成为一个受祝福的妇人。啊，耶稣过活迄天的早起，当时耶稣复活的清早，圣经中间有记载几啊位，圣经有记载好几个地方，是天使甲这妇人人讲的话。是天使跟对这些妇人说的话。以马太福音28章第50到第60节，在马太福音第28章第5节到第6节，也讲恁唔免惊，因为我知恁在找定十字架的耶稣，伊无伫遮，因为伊已经过活。记载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在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以马可福音第16章第6节，在马可福音第16章第6节，安尼讲唔免讲影，恁是找定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伊已经过活，无伫遮，你看伊埋葬的所在。不要惊恐，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不在这里。到路加福音24章第50到第6节，到了路加福音第24章第5节到第6节，也讲为啥事伫死人中找活人啊？伊无伫遮，已经过活。他说：“为什么在死人当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伫这三个福音中间，在这3本福音书当中，都是记载天使向遐个妇人人讲，都是记载天使对那些妇人说话。但是今仔日咱看的圣经节，但是今天我们所看见的圣经，耶稣向抹大拉玛利亚单独伫迄个所在来讲，是耶稣对抹大拉的玛利亚单独说话。也讲几啊句话。他说了很多句话。头一句讲，妇人人啊，啥事提告，你找是罪。第一句话他说：“妇人为什么哭？你找谁呢？”然后底下叫玛利亚，然后对他说：“玛利亚。”到第17节时讲，无得帮我，因为我也未去见爸，你着去找我的兄弟，甲因讲，我就去见我的爸，也是恁的爸；见我的上帝，也是恁的上帝。在第17节说：“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这个记载只有约翰福音记载。这个记载只有约翰福音有。耶稣亲自第一个开国外要就是向抹大拉玛利亚来讲话。耶稣亲自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对玛利亚所说的。咱看见是耶稣对抹大拉玛利亚的关心。我们看见的是耶稣对抹大拉玛利亚的关心。咱来看头一句。我们来看第一句。伊讲妇人人啊，啥事提告，你找是罪。他说：“妇人为什么哭？你找谁呢？”原来主耶稣把玛利亚看作是代表所有关心伊的妇人人。耶稣把玛利亚看成是所有代表关心耶稣的人。然后伫迄个所在有一个开始的对话。在这里也开始了一个对话。问讲你为什么哭？他说：“你为什么哭？”要互伊一个正确的信息，要给他一个正确的信息，带来有一个信心甲毋茫伫咧。带来信心以及盼望。
然后伊个所在甲问讲，你要找几罪？然后问他说：“你要找谁呢伊毋是讲你咧找什么？？”他不是问他说：“你找什么？你是咧找人，找几罪？你是要找人，是要找谁？”所以伊知玛利亚是甲伊确定讲，你是咧找一个活的对象起所以要确定玛利亚所寻找的是一个活的对象。来。然后第二个叫讲玛利亚，然后对他说：“玛利亚。”耶稣绝对会记你所有信伊的人，耶稣不会忘记所有信他的人。向所有代表这妇人人讲话了，他对这些所有代表的妇人来说话的时然后候，直接向玛利亚讲，直接对玛利亚说话。讲什么？说什么呢？也讲无伫摸我等等这个话题。他说：“不要摸我，等等这些。”当然，伫这所在马太福音记载无共款。在这里，马太福音的记载是不一样的。马太福音28章第9节底下记载讲，在马太福音第28章第9节记载说，讲见遐个人见到耶稣以后，就甲耶稣揽伊的这个骹。他说那些人看见耶稣的时候，就抱着耶稣的脚。为什么伫这个所在讲唔通摸我？为什么说不要摸我呢？原来去原文看的时阵，我们到原文去看的意思。这个摸是用现在命令式，这个摸是用现代命令式。伫这个文化中间意思就是讲唔通继续摸我。他的在原文的意思说不要继续的摸我。有摸，但是唔通去继续。摸了，但是不要继续摸我。因为安怎？为什么呢？因为我要交代更加重要信息，麻烦你玛利亚去做。因为我要交代更重要的信息，要请玛利亚去做。就是交代伊讲，你爱去，甲伊讲我去见我的兄弟，就是遐个学生。就是要交代说，你去见我的门徒。讲我要去见爸，然后我会过来。说我要升上去见父，然后我还要再来。耶稣对听伊的人的回应，耶稣对爱他人的回应是关心，是关心，是信任，是信任，佮有信心，互伊还给他们信心，带来这个盼望，带来盼望。所以咱看这个马大拉的玛利亚，所以我们看抹大拉的玛利亚，伊改变是啥？她的改变是什么？伊一开始耶稣叫伊玛利亚的时阵，当一开始耶稣叫她玛利亚的时伊候，讲亚波尼，他说拉波尼是一个学习的先知的意思。是夫子的意思。所以迄阵玛利亚甲耶稣的关系是什么？那个时候耶稣与玛利亚的关系是什么呢？是老师、先生甲学生的关系。是老师学生的关系。但是尾啊，去甲学生讲的时阵，但是当他对学生门徒说的时候18节了讲，我已经看见主。 18节说：“我已经看见主。”玛利亚已经改变了，玛利亚改变了。伊和耶稣的关系，因为学生甲老师的关系，加做生命的主的关系。他与耶稣的关系，从学生与老师的关系变成生命的主。我唔知咱若见到这个过活的主的时阵，我不知道，当我们遇见复活的主的时候，你的关系到底是安怎？你与复活的主的关系是什么？所以咱来看讲，耶稣伫这个所在问玛利亚讲：你找几罪？ 当这个时候，耶稣对问玛利亚说：“你找谁呢？”今仔这句话嘛要问咱，今天这句话也同样要对我们你说：咧敲车是什么？你在寻找什么？你咧信仰中间敲车是什么？你在你的信仰当中寻找什你么？感觉基督教袂歹，然后进到伫基督教，你觉得基督教不错，所以才进入基督教。所以你来到基督教的这种信仰中间，你咧找什么？那你在基督教的信仰当中，你在寻找什么？你是咧找迄个平安，你在寻找平安，找迄个成功，寻找成找功，迄个无烦恼，寻找没有找烦恼，迄个袂破病，不会生病，是安尼，是这样，还是你甲主耶稣要发生一个生命的关系？还是你要和主耶稣产生一个生命的关系？你咧找几罪？你在寻找谁？你伫梦中间咧找是死去迄个耶稣，你在坟墓当中是寻找已经过世的耶稣，还是咧找历史中间的耶稣？还是在寻找历史上的耶稣？还是咧找迄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宗教领袖？还是寻找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宗教领袖？还是咧找迄个道德理论非常悬的这个耶稣？还是找一个道德伦理非常高的耶稣？还是你咧找修士永生的这个耶还是稣？在寻找赏赐永生的耶稣？主耶稣嘛要问你讲，主耶稣也同样要对为我们说：你找几罪？你在寻找谁？你唔知咧找的是什么？
你在寻找的是什么？还是你咧找只不过是一个当安慰你的这个耶稣？或者你只是想寻找一个慰藉心灵的？还是参与这个阿拉丁的这个神典同款，你有啥物需要，伊就会当回应你？或是像阿拉丁神这样子有求必应的？还是咱有需要时，咱就呼求主耶稣。或者是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呼求主耶稣。但是平常时咱却无甲伊亲近。但是平常我们却没有和他亲近。咱也无咧读圣经，我们也不读圣经，无咧看上帝话语，不看上帝的话咱语，无办法明白上帝心意。不明白上帝的心意。咱也无常常祈祷，我们如果没有常常祷告，甲上帝有一个真亲密的来往，和上帝有亲密的来往，只有伫需要时，咱才来祈求。只有在需要的时候才来找耶稣。主耶稣会问你讲，你找几罪？主耶稣要问你说，你在找谁？你咧找的是迄个搁真搁活的主耶稣是无？你在寻找的是又真又活的耶稣吗？还是伫你需要的时阵再来帮助你的耶稣？还是当你需要的时候才来帮助你的耶稣？当伯大利亚玛利亚见到搁活的主耶稣，知影伊是真正肉身的搁活。伊伫遐讲，我已经看见主。当抹大拉的玛利亚看见复活的救主耶稣的时候，她知道耶稣真正的肉体复活。她说：“我已经看见了主。”那是你的，如果是你呢？你是还未完停伫讲迄个有真好道德伦理的耶稣？你是不是仍然停留在那个具有高度道德伦理的耶稣？是迄个老师，是那个老师，还是迄个主？还是主？你是还未已经找到搁活的救主啊？你是不是已经寻找到复活的主？还是你已经犹原停伫圣经中间的耶稣？或是你仍然是停留在圣经当中的耶稣？主耶稣绝对毋是2000年前迄个存在迄个耶稣那件。耶稣不只是2000年前存在的那位耶稣，伊现在犹原迄个，他现在仍然在我甲咱有们中，性命的关系着。和我们有生命上的连接。咱伫今年中间，我们在今年当中，咱有一系列讲到耶稣甲现代人，我们谈到了一系列的耶稣与现代人的关系，就是要讲主耶稣现在犹原甲咱三个做伙，就是要告诉我们，主耶稣到现在仍然与我们同在。毋茫搁活节，盼望复活节毋是敢若一个节期那件，不是一个节日而已，因咱是主搁活，它是代表主耶稣复活，真正的活伫咱的生命中间，真真实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伊要当中。掌管咱的生命，他要掌管我们的生伊要命，成做你我世代的主人。他要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人。咱同心来祈祷，同心来祷告。主，阮感谢你，因为你已经搁活，成做掌管阮生命、人类生命的主人。那阮伫这个所在来纪念，来感谢主，你为着阮的牺牲，然后搁活，阮献上阮满心的感恩。阮不再是停伫阮脑内底知影，我主耶稣你已经搁活了，你是真正搁活伫阮每一个人心中。现在搁活的毋是阮，只有主搁活迄个主，甲阮三个做伙。伊要将做阮生命的即个主人，伊要掌管着阮的生命，互阮的生命行出来是会当见证着主，会当永神益人的即个生命一个。由此你来帮助阮，阮软正的时阵，你就加添阮困难；当阮永生倒地时，你就提醒阮。你要甲阮讲，你的恩典教育阮的。阮过一个有意义、真正意义的即个过活一日，由此你帮咱祝福，阮献上阮的感谢甲尊敬。这时阵，阮要重新用许多圣经来告别阮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就是领，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基督玛利亚出世。伫阮有了保佑来受苦，定是会死埋葬雷雨，第三日于死人中搁活，上天感谢全能的上帝大名，伊要对人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是信实，我是信公共的教会，圣道的上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活命。Amen.
这是咱的奉献，奉献是得到感恩的表现。如果你若不这奉献，要用祈祷的心。阮一心要跟对着你，着求主你的圣神带领，互阮一生拢当尽心尽力尽性尽力来荣耀你，来服侍你。带领着阮，互阮会当分辨着你的道路。伫家人教会中，阮也为着阮的福音要广传。来求主你教阮伫地，下晡阮要依着加强福音中心，伫迄四周围来传福音。着求主你亲自带领阮众兄弟，阮为你去行一里路，阮愿意家己同行，为着汤市。真多事实的灵魂，阮要来拍拼，着求主甲阮同行来帮忙，互家人教会诚济个汤市的光景，祝阮将阮的全人、全心、金钱奉献为主你所用，求主来降压。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阿门。请坐，这是咱要请的牧师来报告。咱要报告以前，咱要同心来三个祈祷，咱看有无顶头的祈祷，咱有着三项代志来祈祷。头一项，咱感谢主耶稣，伊受难甲过活，互咱有罪得的赦免，有永生的盼望。那么求主帮助咱，当用全新的你我来热心传福音来回应，
第二，咱要为着下昼，咱有即个嘉光福音中心的即个福音一路花，是咱这个所在要去传福音，咱也分做5大地要去传福音。然后呢，报告时中啊，咱会去详细讲着，咱求主保护伫咱的即个整个活动祝福以及即个掌管一个。最后一项，咱依然要继续为着咱的青年牧者，咱求主亲自来指派，咱逐人开声同心来祈祷。你听到爸爸上的，阮感谢你听到，你将主耶稣你的独生子显示互阮世间人，叫阮世间人来受难，然后更是下流宝贵。第三，你过我，你互阮的有较久就是主已经太阳死时过我，阮就迄个永生的盼望一个。同时，伊也为着阮同等世间人做顶的时机顶。阮做会当去赦免救赎，阮是献上阮的感谢。阮要安怎回应着主你的名？阮盼望阮每一个人所活在咧活的，不再是我为我，乃是主伫阮中间咧活。阮成做一个全新的人，阮愿意的传福音来成就阮的回应。阮也为着阮下昼要到伫嘉光福音中心的四周围，阮要伫迄个所在来传福音。要伫迄个所在来扫街，我们将主耶稣的即个好福音，好人知，也好人知，伫即个还有一个嘉光福音中心，伫迄个所在当敬拜。有做你看过阮整个的即个事，有做你伫迄个所在保护祝福，咱掌管的即个事顶面。阮也为着阮教会青年的事工，阮需要牧者，有做你亲自来指派，阮顺着幸福的心来领受主你的指派。有人利益伫阮家人教会，愿献上阮的感谢甲恳求，祈祷靠着所有名，阿门。咱三个来报告几项代志，请咱看周报第一项。今仔日是国外节，所以咱结束时，咱伫门口有即个有红卵吼，要代表即个主的国外即个，希望咱会当去领受，然后咱下昼，咱伫即所在咱有用餐，咱有邀请。卖人会当到伫即个到伫龙安街181号，咱伫迄所在嘉光的福音中心，咱下昼要有一路花，咱看伫11个所在，咱有甲迄个附近地区分做5区，然后咱要伫迄个所在去扫街安尼吼，就互大家拢知影，甚至会当福音伫迄个所在来片段吼，咱要行走祷告，邀请咱会当去参加。咱看第4点。第4大点，第2小点，即礼拜依然有这印加祈祷的兄弟，请咱会当只照着咱提醒伫14提醒你的时间以及要为着什么祈祷吼，咱会当尽咱的本分将咱的心意伫主的面前来摆列。然后咱看第7点，第1小点，乡里团契来拜三有1日游，咱会伫7点半爱组织。也是第2小点内底妇女团体，有到伫大溪的所在即个人才的即训练，请咱来注意即项代志。最后一项看第10点的第1小点，讲到咱的生日助学金已经有出来啦。咱伫14所在，咱若有问题，咱向咱的主理或长长老来反映。第2中间的第2小点，后礼拜日的暗时。咱有即个爱在事业天有150个艺人，因伫小巨蛋所在咧，伫迄所在为主做见证。你会使去现场，但是你爱买票。但是若伫咱教会的时阵，咱伫2楼的所在，咱网络直播吼，网络的直播吼，请咱较侪人来参加。在咱刷落去时，咱要用即个，要用即个诗歌方式来庆祝咱的即个国外节吼。咱今仔日的即个诗歌是整个从为最后的晚餐开始，然后主受难，国外，主应允要过来，一直到伫9天以后的即个阳光，咱透过咱的联合诗班，透过咱的青年诗班，透过咱的主流。即个诗班，咱伫所在将这歌来呈现出来，
啊，咱毋茫咱会当看即个第15页到16页即个歌词，中间咱嘛有圣经有即个旁白伫咧吼，咱茫将即个敬拜、即个内容诗歌来献伫主的面前，咱会当感受到迄个个一个喜乐。主耶稣互人卖迄面有提饼，足声来爬伊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你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即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肺设入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耶稣受定是义价，伊实在担当咱的忧闷，为咱的苦痛，总是咱掠做伊受责罚，互上帝拍，搁受苦楚。若是伊为着咱的过失受伤，为着咱的罪过受害，伊担当刑罚，咱伊着平安；伊受鞭挞，咱伊着医好。咱拢亲像羊迷路，逐人行家己的天路。耶和华互咱众人的罪，拢归伫伊身上。Yeah.
单套日后，7日的头一日天光光，我代表的玛利亚，甲别个玛利亚来要看迄个梦，迄个飞大天堂，因为主的天使对天落来，高开迄块石来坐伫顶面。伊的面貌亲像死人，衫白亲像雪。保守的人因为惊就尿尿喘，变亲像死。天使应遐的文人讲，恁毋免惊，因为我知恁在找定是伫地的耶稣，伊无伫遐，因为伊已经搁活，照伊所讲的，恁来看主所到的所在。也着紧紧去甲伊的学生讲，伊对死人中搁活，也要带生命去加利利。而且恁要看见伊，我已经甲恁讲啦。上帝也着信我，伫我的爸的家有侪侪厝体，若无就我已经甲恁讲啦。因为我去是甲恁备办所在，若去甲恁备办所在，就要过来接纳恁归伫我，互我所伫地，恁也伫遐。耶稣甲伊讲，我就是路，是真理，是活命。若无人对我，就无人就分地。有我的命令，搁守伊的人，即个就是听我。听我的人，要得到我的爸听伊，我也要听伊，搁将本心显明伫伊。我用平安留伫互恁，我将我的平安赏赐恁。我伫互恁，毋是亲像世间伫互人的款。恁的心无伫迷茫，也无伫惊吓。若是我将实情甲恁讲，我去是做恁的利益。我无去，讲袂输无来就问恁；若去，就要找伊就问恁。
搁看见有新的天、新的地，因为前的天、前的地已经过去，海也无搁有。搁看见圣城就是新的耶路撒冷，出伫天，对上帝降落，已经被万变，亲像新娘装下来听候伊的丈夫。搁听见大声对这位出讲。上帝的会幕伫人的中间，上帝要甲因三角徛起，因要做伊的百姓。上帝本身要甲因支持，来做因的上帝。搁要甲因的目睭、喙齿拢总会目屎，无要搁有死实，也无要搁有哀伤、嚎叫、疼痛，这个代志已经过去。坐伫座位的讲，我换心百米。佮讲，你着写伊，因为这个话是通信，是真实。
请起立来念圣诗102首，以下请题目选读。上帝所修事真正平安甲喜乐，搁我的主耶稣怜悯甲疼痛，圣神的帮赞甲安慰，常常甲恁正人一直了到永世来无尽。真欢喜伫这所在，咱来鼓励各话这赞美礼拜，咱今仔咱来说到遮，来感谢，一起来鼓励。咱首先咱为着咱的圣歌厅，会当唱出今仔日这情形，今天的用真侪时间，在这个中间，嘛大足久啊吼，咱可以动下手来。感谢咱的机会吼，因为已经讲伊毋是大埔吼，是要生啊吼，伊的遗产只是拜三，所以中间阮伊讲毋通提早生吼，伊个煞会使生啊吼，那个祝福，那个祝福就是吼，咱来听下咱的诗句吗？今年是办一个挥挥手。今年时间几个国家哈？那个九月节嘞，九月节在哪里？哦，李莎老师好。咱作为咱的这个会后的这个工作人员哈，包括伊来架设这个物件，做伊个崇拜部跟总务部，咱伊刷的就跟在伊啊在倒转吼，咱嘛个谢多谢。
后就是邀请，咱可能一个是有红人吼，来邀请咱下昼来当到伫即个嘉光会议中心伊个所在，咱有一个真有意义的活动，即个。咱来看咱的支部顶头，咱甲嘉光民族农安节所，咱个为5区，咱有忙分做5队，伊个所来分即个资料，来要报应讲即个会议中心伊个所在，有咱有即个敬拜礼啊吼，嘛咱较侪人来参加，好，多谢大家，谢谢。照相的。